有40栋历史的大台南关公城，因为市府鉴定有安全顾虑，所以拍算拆除南区新兴路延伸到中华西路之间800公尺商店。根据了解，虽然关公城对原本204个商店到达只剩170个，不过因以4当前家己开钱委托技术工会评估，建不是安全为理由，坚决反对。要求市府补强活化，照顾民生。27号主题会嘛带队前来议会顶前，同时透过议员来清明。诉求就是讲，你原地搁互阮继续做，无你就是讲，你认为讲安全有问题，阮也叫人来鉴定无问题，吼。你若认为有问题，你会当补强啊。无可能讲袂当补强嘛。原底这条水沟是臭水沟，当然是苏南成的手，是为着要美化环境，而且佮再要扫除路边摊，甲阮赶入去的。阮用钱买的。你即马本末倒置，要佮甲挖起来，爱佮开偌济钱，你知无？你会当将遐钱来甲阮征收，来甲阮辅导，毋是足好吗？吼，是安尼就一直要甲阮赶，逐个拢，阮这会佮直接做的人是逐个拢艰苦人，当迄40当前一间厝拢几百万的。你想讲迄阵阮会当买2楼3透天的呢？即摆甲阮拐来遐做，即摆要甲阮赶走，你看安尼情何以堪啊！今天如果说我们整个检视之后安全无虑，我们应该要让市政府应该让这个观光城风华再现，让它更好。我愿意啊。但是如果它是有安全疑虑，你们要讲清楚说明白。这个是我们正在考量的安全问题。所以你们要讲清楚说明白。我想所有的摊商，他为了他们的生计，我们都愿意支持他。但是如果是危险性的建筑物、危险性的箱涵，随时可能坍陷，那我们市政府就要负全责。如果今天我们提供的一个场域，它是有危险的，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的，那我想这些摊商在上面，他在做生意，我想他也是不得安心的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市政府，尤其是经发局，尤其是市场处，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方面应该要更多的沟通。原本市府预定开6摆说明会以后，展开摊商搬迁安置加建物的拆除，不过因为地方反弹，目前说明会拢暂缓。市长表示，希望多方面讨论以后，找出上好的方案。第一个包括地区的发展，第二个包括这个用地的是不是合法，第三包括公共安全，尤其是公共安全应该摆第一位，我们都会周详考量。那毕竟这个事情已经经过4年了，那4年来，由于这个我们那时候有讲说，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上任，那时候讲说在我任内没有要执行，因为法院诉讼，法院判定要强制拆除了，我们只是还没有申请去执行。那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当然会在全盘来考量。市长苏南成时代骄傲的建设高达，卡伫结构安全的顾虑、有水整治的环境、甲摊商的生计等问题，只有交予市府团队用智慧来沟通处理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